后来，过来是卫福部的统计，这个高雄市最近5年来，由医师来通报儿童虐待的案件比例，伫6都是排第1。这个其他5都平均是6.36%，高雄市来到14.02%。市议员质询的时阵，讲这个囡仔拢是互拍送病院了后才来通报，希望社会局会当来加强社会安全网。2019年4月，一个带囡仔的人，甲2岁查甫囡仔拍死。2019年8月，一个阿公去补习班拍查某孙。2020年6月，5岁查甫囡仔去幼稚园的老师熬夜伤手，互伊手断去。这一件一件囡仔互苦毒的事件，拢发生伫咧高雄。根据卫福部统计资料，高雄市这5年以来，由医师通报囡仔互苦毒的案件比例占6都的冠军，平均14.02%，是另外5都平均6.36%的2.2倍。医生来负责通报，这背后代表孩子都是被打到送医的时候才发现。现在高雄市医师通报囡仔互苦毒的案件是6都的冠军，社会局讲因通报系统做得较好。医事人员的相对的一个敏感度训练有大幅的提升，社工他们只要怀疑伤势上有一定程度的一个可疑，就会带到医疗院所去做一个检查。囡仔互苦毒通报分组责任通报和一般通报，其中有老师、社工、警察和医师4类通报。市议员郭建明呼吁社会局会当加强社会安全网多元通报机制。安尼囡仔生活伫咧危险的所在，才当互愈侪人来发现。